今日6月12號，大家好，我係新新。今日又要同大家講鼎爺。哇，鼎爺喺琴日就上咗一條片喺豪仔同呢人嗰個頻道啦，就同豪仔一齊去食呢個燒鵝米線啊、叉燒米線啊。哇，狀態非常之好。鏡頭前啊，你見到兩個人，不過其實聽到新豪仔把聲，即係 Annis 啦，三人行何其溫馨。咁佢提咗好多嘢，都幾有趣味性。跟住我就會同大家一一拆解。中意我內容嘅朋友請 like 同 subscribe， 多謝大家。好啦，翻嚟啦，鼎爺狀態非常之好。佢講我已經食到第三餐。如果片嘅質量比較咧，內容嘅豐富度咧，咁呢條片咧接到俾阿豪仔上一條咧，尋找沙田及大圍美食咧係吸引，所以 view 咧都相當之強勢。21萬凌晨啦，即係上咗佢晏晝上12個鐘21萬，咁啊每個鐘都萬幾啊，貼近2萬，即係未到啦。哇！鼎爺呢次係鼎爺咧第二次喺豪仔嘅頻道出現，咁啊氣勢相當好啊，狀態比上次好好多。你睇對答如流啊，咁睇打扮啊。大家如果留意開咧，其實鼎爺從來都係格仔帽再加格仔恤衫、牛仔褸，咁多次都係啊。今次終於趁正式反映到佢咧係趁我先出嚟，知道今日拍片，心情狀態都好咗啦，胃口又好咗啦。哇！今日已經食到第三餐啦，睇落似一個下午茶餐。咁啊，本來想食燒鵝瀨嘅。嗰度冇啊，今日咁啊食米線。咁你睇佢食得好雀躍，仲飲埋個燉湯，豬肺燉湯咯。咁佢嗰個趣味性又講咗呢啲典故啦，叫做飛沙走奶啊、和尚跳海啊、和尚跳海又滾水蛋啦，亦都提到難倒。咁啊再講埋咧，阿豪仔原來咧好怕食芫茜。咁啊細個豪仔咧就俾阿鼎爺逼飲呢個芫茜魚片湯，哇，好溫馨啊啲場面。你睇到講咗好多典故啊，種芫茜啊最好唔可以花盆種啊，唔使花盆種啊，各樣啊，就知反應及快啦，記性真係好啊！呢個老人家真係好嘢，拍多啲片咯，吸引大家咯，等大家開心下咯。你睇啲留言咧，留言真係爆晒啊！留言爆晒啊！近3000留言啊！我睇一陣，29000個 like 咯。咁你睇下鼎爺一出嚟幾受歡迎，所以鼎爺啲魅力真係沒法擋。喺 YouTube，咁條片就睇晒12分鐘啦，正常嗰啲短片啦，即係咁吸唔吸引咧？都幾有趣味性。即係鼎爺講嘢其實真係有一種吸引力。同埋開始串嘴咯，開始串嘴啊！咁我可想而知佢嚟緊咧，應該會越嚟越正，越嚟越好啦。祝佢身體健康。嗱，佢入邊提過幾樣嘢嘅，我都想講。最近好多 YouTuber 或者都俾意見佢話，佢 cover 張相咧做得簡單得滯。其實我都係有呢個感覺嘅，好似睇過啲相好多大字標題啊，即係我做啲更加係啦。即係好多題啊，各樣。但係佢嗰條題咧，永遠都係好細擺底。咁有冇問題咧？方法唔只得一種，我成日覺得。咁你睇 view 數就真係冇問題嘅喎。咁既然冇問題，咪唔好改咯。反正大家都係想睇，即係呢個係星，即係有明星嘅片，即係藝人嘅片嘅好處。其實最緊要你人動喺度，咁就得㗎啦。咁加少標題，譬如標題係咩啫？鼎爺生活記錄，咁啊條片嘅 cover page， 阿爺大愛燒鵝瀨，加隻咁嘅鵝啦，就或者鴨啦，鵝仔，咁啊夠吸引㗎啦，唔使咁多嘢。咁你睇到 view 係完全冇問題嘅喎，即係有陣時原來即係成功方法唔止一種。咁原來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話，俾人喺度做 YouTube。咁啊好似佢咁啦，嗱即係簡簡單單啦，即係 YouTuber 極致。即係阿豪仔同阿鼎爺食餐咁嘅燒鵝瀨，餐廳都冇開名，即係評價下好唔好食啊？呢度都好食嘅各樣，咁就20幾萬 view 啦。
咁你睇片嘅時候退到晏晝應該30萬，咁呢啲咪吸引力咯。即係原來你夠吸引力咧，又唔使好似我哋做咁多內容，或者其他 YouTuber 去做好多內容，好豐富，張相佢要做到好多，又左砌右砌，交多張相啊，啲標題又要好特別啊，簡簡單單就 sell 你一個頂嘢，再加豪仔，夠晒㗎啦。嗱，佢入邊提到幾樣嘢啦，我再講解啦。難島咧，難島係芥蘭嘅島，不過佢嗰個對白嗰個字咧，即係嗰個叫字幕嗰個字打錯咗，唔係用島嶼，係用溫度嘅度，難島。咁通常幾種做法嘅，有冰鎮，近年流行冰鎮夏天食，或者就咁炒啦，薑汁炒。咁啊，鼎爺喺片入邊示範咗，就搣晒，其實就用嗰個菜嘅莖部留翻。咁佢示範咗就即係菜心，剩低個心，即係剩低個支莖，所以3斤至4斤菜芥蘭先會做到一碟嘅。咁啊，相當好味。我屋企我爸爸現成整，不過就似乎就會嘥咗好多菜。不過你出去食啲靚嘅菜式咧，好多時都係嗰啲叫廚餘嘅，都係就咁抌，嗰啲佢哋全部唔要。如果咪收唔到你嗰個價錢。至於鼎爺喺片中嘅提議豪仔揾一日咧就叫齊呢個燒鴨同燒鵝，每食完一件咧就啷下口先再食，就會感受到燒鴨同燒鵝最大有咩分別㗎啦。其實我自己覺得分別都幾大。咁燒鵝當然好食好多。咁如果有睇蔡瀾寫，或者有睇阿蔡瀾推介特級校對寫，我老豆都成日講鵝鬆鴨脷，其實以前啲食經成日講呢樣嘢，鵝鬆鴨脷，鵝嘅肉咧係比較鬆化，即係咬落去嘅時候，鴨嘅肉其實比較實嘅。如果你食到鴨胸嗰啲就好明顯。咁啊，呢個就最大嘅評語啦。鵝鬆鴨脷，佢最大嘅不同係咩咧？就係大家嘅油分都好高啦，即係鵝油、鴨油啦。但你食落去嘅時候咧，鵝油咧係比較香，同埋冇咁油膩嘅嗰種感覺。咁鴨就唔使我聽講，鴨肉咧就比鵝肉差，再去油咧其實係比較膩嘅。你食落去嘅感覺咧係好油膩，同埋你比較難食得多。所以呢，佢同燒鵝即係鵝嘅最大分別。所以通常你見廣東菜好都會有2樣好出名嘅，就係燒鵝同滷水鵝，就因為佢有呢個優勢。咁啊，價錢反映晒㗎，即係好似你海鮮，即係嗰啲種類啊，斑啊、燕子星啊、東星啊，啲價錢唔同，就反映到佢嗰種味道出嚟係有分別嘅，口感都好有分別嘅。咁至於阿鼎爺講嗰種食瀨粉嘅食法咧，正式食燒鵝瀨嘅食法啦，因為我都係咁食嘅。佢講將隻鵝，即係嗰條燒鵝嚟咗，如果分開就浸落個湯度。咁浸落個湯度食咧，咁當然好似鼎爺講係個汁滲入去會好好食啦。咁但係另外一個好重要一點就係油。咁呢種浸法咧就會令鵝油喺一個熱嘅溫度入邊融化喺個湯底度，咁令到嗰碗粉香咗咯。仲有油呢樣嘢其實係好講溫度。佢個溫度要有一定嘅溫度，佢香味先散發到出嚟，所以就鼎爺有呢種食法。因為我都係呢種食法。咁呢種食法咧，其實係好多餸菜都會用嘅，譬如豬油撈飯啦，有碗熱飯淋啲豬油落去，因為冇呢個熱度咧，個豬油又唔香。其實最傳統嗰啲魚蛋粉咧，都會有一羹豬油筆落去。不過而家接近我都好耐冇見，以前都做好多間。咁你食碗粉嘅時候，一埋位你會聞到一陣好微嘅油香，咁你食落去咧就會覺得好香啊，喺個口度啷住，於是你不其然就會食得滋味好多咯。咁再跟住想講咧，其實阿豪仔又提到一間叫無名髮嘅髮廊喺九龍城，就有思明去整頭髮。咁呢間髮廊咧，其實喺90年代啦，應該8尾9頭開，好出名。咁因為咧係劉德華開嘅，咁劉德華其實係做過髮型師嘅，咁佢當年同一班好友啦，即係佢冇做之後就自己做咗演藝界，又紅咗賺咗啲錢之後咧，就開咗一間叫無名髮喺九龍城，就同啲朋友一齊做，咁佢係主要股東，咁溫啦，即係溫咗幾年，後來又有無名家族嘅喺尖沙咀金巴利度係賣衫，已經去到應該91到91年。
我們家族好快結業㗎啦，因為嗰個應該係個潮流啊，或者各樣嗰啲式微嘅時裝。咁無形髮其實繼續溫嘅，因為無形髮去到後期歐早啦，我估92到啦，92年到啦。咁啊，劉德華咧就將自己股份送晒俾佢嗰啲股東啊，即係當年嗰啲朋友啊。咁佢大股東送晒，佢唔要啦，間髮型屋送晒俾佢營運，咁佢專心拍戲。咁啊，豪仔講得嗰個年代咧，我諗應該去到95到啦，95年到咯。所以劉德華其實就係都好有義氣。我都講翻呢件事，就係嗰陣係賺緊錢嘅，唔係唔賺錢嘅，就將一個賺錢嘅生意送晒俾當年嘅一班朋友。你上網撳唔到資料，因為應該年代太遠，同埋嗰陣時未有互聯網。呢間無名髮咧，應該都溫咗一段日子嘅，就自己。咁啊，翻嚟啦。咁呢個就應該係阿豪仔嘅承諾啦，就講翻啲九龍城嘅嘢啦。所以就今次咧，同阿鼎爺殺咗落九龍城，咁呢啲就好咯。其實我都話啦，其實如果鼎爺狀態仲未足夠嘅，唔好搞煮餸，乜都唔好搞，淨係搞啲坐喺度嘅活動，包括你同佢嘅訪問啊、旅行都唔好去住啊。即係如果咁嘅狀態，坐喺度食下嘢啊，講幾句啊，講下啲舊事啊、典故，好似朋友聚舊咁咯。即係呢啲溫情嘢，大家咪睇得開心咯。努力啊！我等你再出片啊，希望你出得密啲咯，同埋鼎爺再見多啲啊！但係鼎爺真係好狀態，其實而家講緊咧第4次蒲頭啊，第4次現身啊，已經去到應該9日啦，9日第4次現身公開亮相，連埋東周 TVB 自己頻道啦，即係上次第一條，同埋今次已經第4次啊！做個豪仔訂閱，好快又已經衝到11萬，越嚟越好啦！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